老夫家，我们第一天再找值班啊，找到6个，带了武器啊。这个是8月头嘞，8月头嘞，打一幕了，打一幕了，满张有啊，满张。冇的嘛，没有，打一幕了，8月头嘞。东部也出了。哎，打一幕不？哎，打一幕行。好比。满张到了拉不啦？满张。有拿炒了没不？哎，好的。拉夫家，我就抓住几个啊。喏，抓我枪，讲点嘞，等他讲点嘞。来，掐起。八千。怎么录制枪呢？这个4叉2支2个钟啊，8千。录制插支啊，然后做自己。差2支枪了。没有这给我谈。那个。小烫。8千。我把枪用地方弹下来，怎么了呢？咱你钱太多。